智管焊係水務署同承建商一齊研發嘅自動化焊接機械人，操作員只需要喺安全嘅地方用遙控器就可以完成燒焊工序，令整個工程更加高效同埋更加安全。呢部機械人最近喺第51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攞到評判團嘉許金獎，成功走向國際，證明香港嘅創新技術得到世界認可。香港有接近8400公里嘅供水網絡，其中700毫米以上嘅大型鋼製水管都要用燒焊嚟接駁。以前傳統做法要工人爬入喉管入面做，風險好大。而家用智管焊，只需要在外面遙控就可以精準完成接駁，精準度高達1毫米。佢配備咗靈活嘅機械臂同埋履帶式接管盤，可以輕鬆爬30度斜坡，遇到90度轉彎都好似行平地咁。續航能力更加超過5公里，即使喺惡劣環境下面都可以長時間穩穩陣陣完成任務。最重要係佢大大減少咗工人入密閉空間嘅時間，減少燒焊時產生嘅廢氣、火花同糊光，令工人安全得多。智管焊唔單止係香港嘅創新驕傲，更係守護全港供水安全嘅重要力量。